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咱搁伫空中再会，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真耶稣教会所制作厝边隔壁大家好台语的广播节目。即阵继续由喜乐伫遮向咱的听友来服务，感谢地顶神的带领。喜乐对台中来到嘉义的所在，阮即马伫真耶稣教会西门教会会堂，伫遮有丽珠姊妹，丽珠姨啊，你甲听众朋友大家请安一下。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你好。你好，感谢主哈，丽珠姨啊，有机会伫遮咱伫空中大家来相会。丽珠姨啊，你原来是倒位的人？你甲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原来我就是破主人，养爸来搬去迄个义乌做脚踏车的生意，14岁拄啊伫迄个义乌吼，读迄个国校拄啊毕业，就搬入来嘉义啦。义乌是婚姻关咯吼，你头拄讲你是对养爸去义乌吼，安尼就是讲你原来有两个爸爸吼，你个有爸。你现在哪会做养女？我因为细汉吼豆破病，我妈妈讲去看命，也是安怎讲，无互人饲袂活。安怎？我甲我互人啦。较早迄种欠算就对啦。系啦。讲含阮一个哥哥吼，较早安怎讲我是姓高，阮哥哥吼姓林。姓林的甲姓高的差6岁，讲对冲。所以吼，我含阮哥哥两个，毋是伊就是我安尼吼。才搞破病。搞破病啊！那歹药饲。歹药饲啊！我甲我互人。所以普通拢查某互人查甫人。系啊。咱这个细小人民间的信仰就是安尼吼，大家都真烦恼讲去抢着刷着吼，所以这个真无自由。你自讲国小毕业了后。就来嘉义。迄阵国小毕业就搬入来嘉义啊。然后就21岁结婚。人介绍的啦吼。你的先生咧做啥物事业过去？较早都原来去伫义乌吼。伫遐咧甲人做药局生啦。阮伫遐做脚踏车啦。伊说敢若毋知是对脚踏车较有兴趣，就怎阮搬入来嘉义的时阵，搬来无偌久，伊就原来来教阮爸爸学驶啊。安尼是学驶啊，蹛斗阵安尼。系啊，人讲近水楼台。毋是，嘛毋是原来。嘛毋是安尼，是小界。朋友吼，小界就对啦。阮妈妈吼真严，袂使谈拢。嘛袂使处理啦，袂使迄落拢足严的啦。过去迄个时代吼，拢是安尼较保守的时代。安尼后来结婚，你有几个囡仔？5个囡仔。5个囡仔。查甫几个？查某几个？大先生3个查某的啊，然后再生2个查甫的。所以呢，就是你的先生有开脚踏车店，请5个囡仔呢。丽珠啊，你原来对义乌来嘉义结婚，这个中间你拢要是拜拜吼。系啊。当阵啊都未晓，毋捌拢嘛拜拜就对。对，就是足敬神。足虔诚。系啊，足敬神的，就细汉就感觉讲吼，我呢足会晓要敬拜神的。然后吼去迄个庙拜拜吼，心肝内就咧想啦吼，敢若想讲，神吼知影我的心。迄阵啊去迄个做迄个阮对面表仔店，因遐讲服侍一个做三仙姑。我就去遐甲拜拜吼，甲伊问，伊就讲，阮细姐。去互迄个，互迄一条礼魂咧甲甜心啦。原来有甲伊迄，甲伊搭车，搭车了，想讲奇怪，伊较安尼，原来是迄个照常，原来是也无较差安尼吼。搁去别位，搁去问，伊讲也是讲安尼啦。若讲用饭用菜去迄个，当阵火狗还袂看挂，去迄火狗边去遐甲伊。敢若讲去遐祭拜吼，还是安尼咧。我怎有一届去迄个三更庙遐去遐拜，就心肝内安尼想，迄内面有迄大爷、矮爷，有迄遐看到拢去会惊脚手也会喘咧。你毋是去咧拜神呢？脚手也会喘。真是个都安尼想想讲我来拜神吼。莫啊！咧，互我安尼惊，就真好安尼。敢若是讲神吼，知影我的心内吼，要敬拜。就头就一届吼，来阮兜吼，
灌风啦。啊，我迄阵啊，阮妈妈吼已经去张老教信主啊啦吼。你的养母？我生母。哦，生母。就咧甲我讲，叫我那来信来听道理安尼吼。啊，我永存我都毋捌咧，我是讲啊，都拢咧拜，我毋知。细汉都拢拜。神啊，都咧拜神咯，我毋知。迄阵啊，袂晓咧。啊，都人排队人排啊，嘛毋知影讲倒位是真啊，倒位是毋是。李主爷吼，咱伫遮听到70出头岁李主爷伫遮见证吼，有影喜乐湾有即种诶想法，就是讲咱一般民间信仰真正毋知影咧拜啥吼，毋知影咧拜啥，而且佫会惊，嘿，但是虽然足虔诚，嘿，却找袂着真神，是啊，咱安尼信耶稣了，你会发现讲，耶稣会敬拜干那一个对象。就是真神耶稣。你讲这个石头啊，是毋是指着过去这个真耶稣教会、嘉义教会信者？对。感谢主。伊原来甲恁同款的同业吗？对。所以你讲一摆来你的店里灌风，才甲你介绍耶稣。迄阵啊，拢安尼有咧艰苦咧吼。我会使讲来住遐吼，安那无啥物平安。毋是大人，就是囡仔，搭合。足麻烦诶，麻烦诶，安尼就对啦。所以你慢慢对偶像诶敬拜去厌烦无？啊，毋得讲拜神啦，莫安尼互我安尼听毋着真好。初一15拢爱拜。有时初一15嘛去城隍庙，还是去地藏庵庙吼去拜。所以你对你诶细节诶迄种。问神的过程，一直到你家己身躯染病吼，你发现讲人若无神，是毋是真正安尼无渺渺吼？是啊，咱自细汉都会晓讲要爱神，爱神咧，都毋知影神伫倒位。昨晚吼，我豆安尼艰苦迄个吼。你主要你讲去看医生？有哦，看医生安怎讲？腹肚尾拢咧疼哩吼，迄阵就直接。去妇产科迄落安尼去遐互伊治疗，去医，伊就讲煮啥物时做10支就会好安尼。真正会煮煮迄种时吼，感觉煮了家己足艰苦，拢会一直吐安尼，结果嘛是无好咧。迄阵佫想讲，经过3顿外，敢若讲，敢若内底有一粒安尼吼。这拢自费吗？自费诶，永存拢嘛自费诶。永存无劳保健保。无迄个劳保甲健保，拢嘛自费诶。就怎啊？古怪放油那有迄个会走出来，去注射去迄落都有咧医啊，食中药，食西药。拢无感觉有。都无感觉有效咧。迄阵啊，怎啊？要想讲要去台北要去检查吼，迄阵嘛无钱咧。迄阵无钱，尾手。我南面对面遐，迄间阮就搬过伫遐吼，迄间厝，我甲伊卖掉吼，讲有钱会使来检查看卖啊咧，我去台北检查，去五岛，去阮细姐啊遐，各样讲梦一个梦啦，梦见讲伫厝诶拄安那拢不时袂困觉啦吼，去会时也是袂困觉，哪样安尼梦一个梦安尼。梦一个梦吼，讲一身野甲我徛伫我迄面头前，我讲安尼行到骹手嘛皮皮喘安尼，耳边吼有听着声啦，听着声讲你有跪咧祈祷，你有跪咧祈祷安尼啦。你主要甲你请教，你安尼你是毋是迄阵就捌去教会聚会过吗？吼，伊迄阵啊，都带我去无，都去迄个咱真耶稣教会西门教迄个祈祷所吼。你迄阵去无去拜吧？有带我去无倒啊。所以你讲有迄个声音甲你讲，就祈祷就紧祈祷。有咧祈祷，讲叫我跪咧祈祷。你安怎做？我讲我真正跪伫遐祈祷啊。所以你阵迄个比较就足清楚。我迄阵精神起来我呢，先行到冷气机安尼，怎安尼吼？是讲我即摆检查吼，可能毋是好诶结果吼，我都安尼想。安尼想检查了讲膀胱生瘤啦，爱开刀啦，爱手术啦。
怎带互手术啦呢？啊，我著家己迄心动发愿就对啦。讲假使吼，我若安尼，耶稣甲你医治，有安尼顺利吼，有平安啊，转来吼，我著决心要来信主哦，感谢。所以你等于讲是还未讲安尼完全来相信耶稣以前，你著有安尼想法讲啊，我要来靠耶稣，啊若即摆开刀若顺利，决心要来相信耶稣基督。嘿，即边讲起来嘛，互你足大诶分辨啊！你讲有一身 AI 也伫你面前，啊，其实这就是原来你家乡咧甲拜诶神，啊，你搁听到这个声音讲叫你祈祷，叫你祈祷，当然你心内清楚讲啊，这是虾米人无？啊，我都心内都祈祷就是教会啊吼，啊，就是耶稣，爱去教会啊，啊，就是信主耶稣啊，唔通。啊，你阵啊敢有甲咱诶兄弟姊妹讲这个代志？敢若石头嘛知影无？石头无，我毋知有讲啊无。所以咱诶神足伟大，无人知影，敢若你知影，但耶稣嘛知。吼，所以咱圣经咧讲耶稣进入咱诶心肝吼，啊，也知影咱诶需要安尼。啊，所以你当时有感觉安尼食平安安尼无？有啊，啊，但是吼，手术了诶时阵吼，啊，都拢毋敢困。今日个做吧。系啊。哦，是安尼。哦，伫厝内要困咧，啊，去啊，也是安尼，啊，拢房间迄个房盘也毋敢困啦。这是已经开刀。啊，未困着，嘿啊，开刀啊，开刀是顺时，啊，都伫遐咧休困。嗯。啊，一工、两工、三工、四工、五工，护士小姐暗时啊拢有来咧巡，啊来咧巡，我都拢无咧困呢。啊，伊就甲我讲要摕迄落安眠药、电疗啊，互我。啊，你安尼人开刀啊，佫无困，你袂感觉讲足虚弱诶？啊，都无法度咧。所以毋敢困吼。你敢若安尼，敢若想着惊，惊甲毋敢困，啊，你尾仔安怎处理？即马第六营啊吼，就讲遮一工啊，可能无要紧。不要紧啊，都甲印好啦，啊印好伊怎啊摕来互我食？啊食怎啊困？啊困去吼，啊安尼甲我一身乌影吼，啊甲我饲安尼。哦。我拢袂喘气啦。所以，我含咪太污咧。所以讲你迄个担心，结果真正变成这就煞真正来安尼。本正同讲手术了，啊伊斗一个就讲吼，啊咧通就。是。啊，即马捂一个吼，迄块甲去拍掉咧。哦，就袂通。啊，都爱搁叫医生来处理。会通。所以讲起来，魔鬼伫你的身躯啊，那真大力做工。我都安尼以前吼，到底即马呀大个压袂起啊，也是有当时啊吼，我安一身乌影拢来甲我饲，甲我饲啊，我目睭要甲8金甲看。8袂金啦，所以你嘛毋捌看过，嘛毋捌看个，敢若知影乌影，知影乌影安尼尔。其实这就是魔鬼撒旦吼。以我所书内底讲吼，咱活伫这个世间啊，其实就是若无信耶稣吼，是魔鬼撒旦咧掌权。啊，魔鬼是啥物？是空中属灵诶灵内底迄种邪啦，所以是无好诶灵。耶稣基督咱所敬拜诶神是圣洁诶灵，所以圣洁诶灵来甲咱帮助。其实人清醒，佮安尼感觉得到安慰。但是若魔鬼诶灵，啊，就是互你拄啊迄个感觉讲安尼，真正真惊，啊，佮安尼袂爽快。甲以前咧困诶时阵，哦，啊，还袂困去了，有迄个声音叫我诶名。哦，佮捌你诶名。哦，佮捌我诶名，看惊甲皮皮粗。安怎甲你叫？叫我阿珠安尼。啊，你嘛是无看影，敢若听声。我敢若足近诶，伫我诶头壳尾顶安尼。啊，就是会去惊安尼。系啊，啊我真无胆咧，一摆吼足无胆。所以这是未信主以前的一寡体验。啊，你后来开刀了，就对台北转来。对台北转来，我就怎继续咧慕道啊。好，感谢主。迄阵都决心啊，你著决心无要拜。决心无要拜啊，但是啊，都迄个病吼挂起来啊，都连面都搁压起来咧。迄阵啊，手术了后，就继续讲药啊摕倒来咧食。啊嘛定期爱检查，4个月爱去检查一摆。哦，4个月。你注意啊，你是伫台北对一间病院？伫马街。街吼，中山北路迄个马街。4个月检查一摆，还搁按时食药啊。按时食药啊，是搁发起来。医生讲，啊你，我讲啊你嘛看有啥物特效药？互我食毋通，莫搁安尼，啊，这手术啦，啊，搁发起来。伊讲无度呢，
无药啊通啊医呢。哦，第二摆过去手术啦。去手术。刷了无偌久，讲来检查，阵也艰苦哩。腹肚底疼甲头壳尾顶拢神经疼。第三遍过去检查，伊嘛是讲爱搁开刀。所以连续开2摆。开3摆。哦，开3摆。开3摆。就是拢手术掉，还搁发出来。手术出。安尼对你来讲嘛，足大诶迄种打击吼。过来无偌久，伊搁咧艰苦到7、8个月，当讲无爱啊啦，无爱去手术。无爱手术啦，煞要甲伊做保。有迄个钱吼，嘛无迄个性命通定安尼手术，吼。有迄个性命嘛无迄个钱迄性命较重要啦。我讲决心有主通啊靠。所以阵你就无爱手术。决心就无爱手术就靠主。阵啊拢咧艰苦早时有咧早祷会。早祷会，迄阵伫对一间教会无倒。都伫东门教会。拢伫东门吼。较早伫东门教会。和平路。人所教会。东门说。迄个美珍叔叔，伊就讲看我用，毋知要共带囡仔无安尼啦。因迄阵因查囝继续老师，伊咧教册讲囡仔要请人带看我要共带囡仔。我讲我大通共带囡仔。身体无好势。都无好，定定安尼艰苦，要留我大去带。问我看安那艰苦，我咧讲互听。早祷会煞，我就讲无咱来过来祈祷先吼，来祈祷安尼。看主耶稣甲咱开路吼，看有啥物药啊通食无？祈祷了再来问迄个天宗社吼，因迄山顶人草药啊，有看我迄啥物草药啊通食无安尼吼。阮万人拢信个意思啦，好啦，就祈祷就来祈祷，祈祷了，怎啊讲？去问迄个天宗社天宗社讲，嘿，嘛毋知呢。这要食啥啦？伊讲，意思敢若讲，迄个消炎的就对啦。伊较早讲喙齿疼吼，因妈妈讲去浸一寡药草吼，山葡用啦。山葡用。甲啉，食这个喙齿就怎袂疼，怎好去啊咧？甲迄落起hiệu啦。倒转来，都2项拢甲买转来转。迄个山葡用要20块的猪肉落去滚，要啉的时甲祈祷，祈祷倒的，我都走头无路，靠主好说，要食迄个草药啊，吼，祈祷倒甲食啉啊。但是敢若讲我的病好去啊，感谢主，食一摆呢。食一摆就敢若差足济都，规拢轻松起，规个拢轻松啊啦。足快活啦！而且喜乐要甲咱空中朋友来分享其实万项拢是神的创造，药物其实伊本身嘛毋是毋好，但是咱讲真病无药医啦真药是医假病当然有时咱透过医生开药也是讲一寡这个药材草药的药材有效，其实还是神对咱的一种足大的安慰，嘛是神的恩典。其实人的生命是伫神的手中，所以这边咱是嘛透过教会执事、女执事甲来注意就去祈祷了后，结果问了其实嘛毋是讲调医哥要来针对伊这个病，但是却有件奇妙的这个代志发生总是主要所恩典真伟大感谢主一日平安3日就是安尼。所以来注意你阵安尼感觉人轻松起来了，你的心情安怎？心情真好，足欢喜从心情都规个拢轻松起来，都看我都心情都好啊。你的心内敢会想讲原来是这药这好用，咱无较早食咧。我无安尼想啦。其实是食着迄个祈祷所互你有这个机会安尼来用这个草药。我敢若像安尼甲念起来你尾也敢有去检查？嘛无去检查啦，都感觉快活就然后毋知搁1、2冬后，毋知来创啥。迄阵才有去检查，拢无安怎，拢无安怎吼。感谢主，咱得注意我咱交在陪囡仔伊5个囡仔上细汉的这个查甫叫做什么名？刘祖宗啦。刘宗啦感谢注意是这个国防医学院毕业即嘛是伫花莲嘉义科的这个主治805的主治医师感谢主。
所以例如你安尼病痛，对你来讲，我若是正一段时间的操练吼。嘿。咱即摆来听例如来讲，你信主安尼感觉讲，因为即个病痛感觉困惑对无？你有啥物阻碍无？包括讲神师啦。阻碍，神师就知影去教会转来吼，屁屁叫，就要一直要拍要追要拍安尼。咱踮遐，阮隔壁都拢有看啊，讲也袂讲一啦，迄落转来到地拢嘛一直甲你扒，一直甲你塞安尼。我脚即马若搁去，脚搁手会去，要甲你剁剁断。他是讲伊嘛，我都无咧甲伊咯。就讲你的先生嘛看到讲你去教会其实是变得较健康、较平安，但是伊却袂当接受这个信仰。伊都袂了解即种诶。原因是啥物？伊是阮那足虔诚拜拜的人吗？嘛无。所以就是你来教会就是无欢喜，所以因为安尼伫信仰上受袂少的苦吼。迄阵咱就一直咧甲我逼哦，我哪来要甲我剁，骹手要甲我剁。敢会讲叫你要过去拜拜啊？是安那？伊都是讲人咧做生意无拢咧拜初二十啊，我无甲拜安尼就对啦。安尼就无甲拜，就影响伊生意歹安尼啊。为主受苦吼，实在嘛是真无奈啦吼。但是主要说总是美好的意思。因为安尼，例如你敢有因为你先生的这个阻碍吼，这个阻挡，你就无来教会吗？我那嘛是继续头尾头叶，就是拢要去教会。你是安怎会想讲安尼头尾头叶嘛要来教会？你心内动力是啥物？主要说互我健康，我那安尼我咪试试都是要去教会啦。所以安那甲你主动，安那甲你主动嘛？安那甲我主动，我就是要去就对。安尼甲你逼迫安尼差不多偌久的时间？久咧哦。过了冬咧，吼。但是感谢主吼，你注意因为信仰的体会吼，嘛，互伊真正认捌耶稣基督才是生命的主，而且有主爱，有主比怜悯，所以你注意伊无轻易讲安尼遭有逼迫的时阵，伊就停止。记录甲你注意讲起来嘛是真久长的厝边，我嘛是拢互看大汉的吼。其实我嘛知影讲伊的先生吼，无一定是对这个信仰无认同，可能就是讲伫查甫人迄种大男人的主义，伊感觉讲伊甲你讲的话，你都毋值听，迄种情形安尼吼。咱是咧背数啊。甲目前伊敢接受咯？我是无咧接受，但是即摆袂主动啊啦吼。主动安尼也无法度通啊讲。主动啊！我甲你拍嘛无效，甚至要带你剁脚剁手嘛无效。无效。所以感谢主哦，咱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咱嘉义市真耶稣教会这个西门教会，就是民生路、中门路各遮吼，咱就看到真耶稣教会招牌。若入来到会堂，咱就拢会看到李主义一部白头毛。虽然身悬无介悬，总是定来看到伊来聚会祈祷吼，真虔诚敬畏神。其实。敬畏神的人吼，是智慧，才是聪明。圣经嘛，甲咱讲，人捌真神，才有福气，平安就入到咱。所以，你注意你安尼这几年的信仰中间，你最大迄个感受是啥？若无耶稣，无论生无论死，拢是要我靠主耶稣啦。若无耶稣，就无你咯。就无我。感谢主，你注意咱时间的关系，是毋是以后有机会过来接受许多的采访？好。咱最后是几项甲观众的朋友吼，安尼讲几句做结论。信耶稣吼，就是安尼吼，有我去互你安尼内心拢会安尼欢喜的喜乐，感谢主哈。你看咧主者吼，伊咧是拢应了主，笑口常开吼，感谢主，咱病痛魔鬼的工作，拢是对人灵魂。肉体真大的侵害，所以咱感谢主，有这个机会伫遮听你注意为主耶稣做见证，嘛含广大朋友伫遮安尼来分享耶稣基督，真正听咱，望咱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咱会当多多去甲真耶稣教会来认捌真神，咱们做伙三甲来得到主的恩典，咱最后来做伙祈祷，请咱做伙压头闭目。主耶稣圣名祈祷，主爱天地，阮感谢学到你，主耶稣你美好带领，互阮伫这个人生，那亲像浮浮沉沉的苦海，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伫这个人生的波浪中间，阮无法度掌控家己，或者阮本身肉体软弱、病痛，甚至魔鬼的工作，也是讲阮所疼、阮所关怀的人，也因为病痛甚至心灵的亏欠。来，互阮
有未少的这个担忧。主啊，你是荣耀的主，你是喜乐平安的主，求你来看顾阮，互阮的生命会当得到光彩。美丽人生会当靠着耶稣基督来交托阮的生命，互阮无所惊吓。就是拄着阻碍，拄着逼迫，阮嘛要靠主到底。主啊，阮短短时间，而且含弟子爷做伙含空中的朋友来虔诚额头伫你面前来祈祷，恳求天父真神，你垂听你仆人的祈祷。阮将荣耀颂赞拢归于你的圣名，愿恩惠平安临到你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主，嚟做咱个空中的朋友最后甲因讲再见。空中的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再见。谢谢。